警方上头来关心，台中昨昏是停班停课的，不过台中昨昏是无啥风雨，所以真侪人冇出门。不过一出门才发现讲公车是拢停驶，连 U-Bike 嘛未当借。市府是表示，今仔日恢复上班上课就会提供服务。丰台假即天台中火车站人真多，未少人想要转搬公车，不过等半天公车就是拢无来。应该要公告啊！你没有公布，就在这里一直等，我等到什么时候？而且我是要到医院的，是很急的。这位女士赶要到病院去摕药啊，等半点钟才发现公车停开，要外观市民众专工来台中，但过半步才发现无公车通坐。台北的话，它的应变不会是全面停驶吧？对不对？至少还有捷运，因为台北的捷运比较，这边并没有捷运啊。那阮伫河边坐啦，阮都有公车通坐啊。阮伫河边，来坐来中华。河边卫生所遐等车一道，我就车来啊。民众讲，像是高雄市公车以大水河班表来开，而且司机会在评估伫安全情况下，会用随约随停。甚至是周围的中华南投公车也是照常开，那会台中市就完全无车通坐的。另外，想要骑 U-Bike 脚踏车民众也无多骑。除了自己开车还是骑车搭车之外，那大众运输工具费用我是没有办法享用到。为少民众进入万言讲台中无风无雨，不过公共运输员讲拢无开，互唔知影的老大人甲乘客浪费不少时间，赶时间咧只好开更加侪钱去坐计程车，减少出门移动，相关小黄空车及 iBike 等公共服务会配合恢复上班时间，同步恢复服务。市府讲，因为丰台假全市237条公车甲1300外 U-Bike 租借点停止服务，正常上班课了后就恢复正常。不过民众讲配套甲宣导不足，确实增加袂少困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